大家好，我係詭異。今集詭異為大家講解嘅係葵涌麗景村樂景樓倫常慘劇。今集嘅主角就係林錦全。大約1970年，林錦全就喺香港一個基層嘅家庭嗰度出世，並且成長。而讀到去中五之後，佢就冇再升讀上去，就咁就畢業，然後踏入社會工作。出嚟社會之後，佢做嘅都係一啲相對基層嘅工作，例如電器同埋鞋鋪嘅售貨員、散工、便利店嘅售貨員、保安等等。眾所周知啦，有啲人喺結婚生小朋友之前，做呢啲人生大嘅決定之前，其實係冇考慮清楚嘅，冇考慮到日後可能面對嘅潛在嘅困難風險。包括同伴侶日後嘅相處，點樣喺熱戀期之後激情減退之後繼續同伴侶行落去，點樣拒絕一啲潛在嘅誘惑，仲有家庭嘅經濟係咪穩健，面對經濟大環境唔好嘅時候係咪可以捱到落去等等。好多人喺做決定嘅時候都冇諗清楚呢啲，以致婚姻有好多唔愉快。林錦全亦都係其中之一。喺佢19、20歲嘅時候，佢就識咗比佢細3歲左右嘅呂玉玲，兩個人相戀，然後好快就搞出人命，奉子成婚。不出大家所料，呢啲靠激情、荷爾蒙驅使而作出嘅決定，往往都係好多問題嘅。林錦全夫婦亦都唔例外。根據傳媒訪問啲街坊嘅講法，去到96年左右啊，林錦全同佢老婆就因為所謂嘅性格問題而分開過，直至去到03至到04年，兩公婆先再度復合。而喺復合之後，因為林錦全嘅阿媽喺幾年之前已經離世啦，佢爸爸又因為年老冇人照顧，已經入住咗安老院，所以佢哋一家3口就繼承咗林錦全爸爸媽媽嘅葵涌麗景村樂景樓一個公屋單位。呢個公屋單位得200-300尺度，間得一間房。咁林錦全夫婦就住喺睡房入面，而個仔就瞓喺客廳嘅碌架床上格。本嚟復合兼且有間公屋可以住，對好多人嚟講都係好事。可惜嘅係，佢哋就遇到香港經濟非常之差嘅時刻。大家都知啦，嗰時香港先後經歷咗97、98年嘅金融風暴，以及01年嘅科網股爆破，經濟已經唔多好嘅啦。點知嘅係03年，香港更加被傳入咗沙士，當時好多店鋪執笠，失業率更加一度飆升到去8.5%。而林錦全亦都係受影響嘅一份子。佢喺04年初就開始失業，之後嗰1年裏面一直都揾唔到嘢做，一家3口嘅生計只可以靠老婆呂玉玲喺尖沙咀珠寶店嗰度做售貨員去承擔。而事實上應該都唔係承擔到好多。原因就係有街坊受訪嘅時候就話見到疑似係收數佬上門收佢哋數。正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故此佢哋兩公婆經常為錢銀嘅問題嘈交。對於呢啲情況，林錦全就好自卑、好自責，覺得自己冇用，成日向啲街坊呻，話自己揾唔到錢養家，抬唔起頭做人。漸漸咁，佢就諗埋一邊，開始精神有問題啦，會疑神疑鬼，向啲街坊講話老婆想加害佢，成日揾人監視佢。佢係咁講嘅，佢成日揾人睇住晒，揾人成日跟住我，去邊都跟到晒，冇晒自由啊。之後未知係咩原因，可能係佢本人唔想，有可能係佢老婆太忙啦，要分工養家，冇為意到，甚至係其他原因。林錦全嘅精神情況並冇獲得正視，亦都冇獲得適當嘅治療，就咁樣耽誤之下，悲劇好快就出現咗。2005年5月5號凌晨1點半左右，警方就接到林錦全嘅電話。林錦全話：我做低咗我老婆啊！聽到之後，警方就立即派人趕到現場啦。去到公屋現場之後，警方就喺嗰間房嗰度發現林錦全老婆呂玉玲昏迷咗喺床上面，而呂玉玲睡衣上面心口嘅位置就有啲紅色喺度。喺呂玉玲身邊就有一把染紅咗嘅生果刀，
除咗呢啲之外，屋入面冇其他嘅異常狀況，包括冇打鬥或者掙扎嘅痕跡。而林錦全夫婦嘅15歲仔就喺客廳嘅碌架床上面瞓緊覺，係警方嚟到之後佢先俾人嘈醒。由於林錦全係打電話自首嘅，所以警方就拘捕咗當時已經呆晒嘅林錦全，將佢帶返警署嗰度接受調查，再安排親友同埋社工接走林錦全夫婦嘅仔，以及佢哋一家所養嘅西施狗。而俾人帶走嘅時候，林錦全就係咁喺度講：我衰婆揾人跟我啊！稍後返到去警署之後，喺警戒之下，佢亦都不斷咁重複：點解成日揾人跟住我？另一邊廂抵達醫院之後，呂玉玲被證實已經不治離世。檢驗之後，法醫發現事主嘅傷只係得一個，就係心口由利器造成嗰個，而呢個傷非常之嚴重，傷口嘅長度大約為10cm，深度就係穿過兩條肋骨之間，直中心臟，導致事主立即昏迷，然後離世。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現場嗰度係冇任何掙扎或者反抗嘅痕跡。返到去警方嗰邊，喺林錦全平靜咗之後，警方再為佢錄口供。林錦全就講出當晚嘅情況。佢話5月5號夜晚9點，佢同老婆食完飯之後就一齊返到去屋企啦。當時佢哋啱啱又嘈完交，所以面阻阻。咁林錦全就返咗睡房先，而佢老婆就喺度做家務。去到11點左右，佢哋15歲嘅仔打完籃球就返到嚟啦。個仔發現阿爸阿媽情況唔對路，口黑面黑咁就嗱嗱臨上床瞓覺啦。好快就進入咗熟睡嘅狀態。而去到5月6號凌晨1點2左右，林錦全好唔開心，想做傻事，咁就由廚房嗰度拎咗把生果刀出嚟，要求老婆幫佢手啦。但佢老婆唔肯，被拒絕之後，林錦全覺得好嬲，喺好嬲底下，佢就提議兩公婆一齊走。而佢老婆再度拒絕之後，佢哋就喺度糾纏啦。喺糾纏期間，林錦全就好精準咁一下做低咗事主。事後林錦全就呆坐咗20分鐘，佢冇做傻事，反而報警自首。呢個就係林錦全嘅講法啦。基於林錦全表現得唔係好正常，所以喺候審期間，林錦全被送去接受2個精神科醫生嘅檢查。2個醫生都分別證實佢患有嚴重嘅精神分裂症同埋妄想症。事發嘅時候處於精神失常嘅狀態。去到12月7號，呢單 case 喺高等法院嗰度開審，庭上面被告否認老謀嘅控罪，承認誤殺罪。控方因為精神科報告而接納咗。去到2006年1月9號，查閱醫生報告之後，法官接納醫生嘅建議，判被告無限期醫院令，入住小欖精神中心，接受無限期嘅治療，直至康復為止。呢單 case 去到呢度亦都正式落幕。最後又係詭異少少嘅評論時間。失業呢樣嘢對一個人嚟講係一個好痛苦嘅狀態，特別係對男性。點解呢？原因就係傳統嘅觀念就係性別定型噶嘛，就係要求男主外女主內，男人要做一家之主、經濟支柱呢啲咁嘅嘢啊嘛。所以往往男人失業嘅時候，特別佢結咗婚生咗仔之後，佢一失業就好容易面對好龐大嘅社會壓力、心理嘅壓力。原因就係佢 fulfill 唔到個社會對佢嘅定型啊嘛。會講嗰啲呢個男人做男人做到咁廢嘅可能佢嗰啲老婆嗰啲所謂嘅姊妹啦，都可能同佢講走啦，離開呢個男人啦，佢咁廢嘅，男人先家揾唔到錢嘅，甚至乎可能唔使外人去講，個男人自己都會自己同自己咁講，點解你做男人做到咁廢，養唔到老婆，養唔到個仔女，所以失業往往就係導致尊嚴受損、壓力好大嘅問題啦。當然女性都會嘅，始終有好多女性都要養自己養屋企啊嘛，都會有一啲咁嘅問題，只係佢哋少咗一啲由性別定型而嚟嘅壓力。而當失業嘅人遇到一啲咁嘅壓力嘅時候呢，尊嚴咁樣受損之後呢，佢哋往往都會選擇因為面子嘅問題減少同朋友親友嘅見面，咁就造成佢哋社交上面更加孤立、更加孤獨，亦都失去一啲社會嘅資本，即係失去一啲人際網絡向外面求助嘅機會，例如問人介紹份工問人借錢渡過難關呢啲。而時間一長呢，
呢啲咁嘅壓力呢，就可以轉化成一啲精神嘅疾病、生理上面嘅疾病都可能有。所以呢，呢度都呼籲大家，若果見到身邊嘅人，特別係男性成家立室咗之後嘅男性失業耐咗嘅話，多啲留意下佢，關心下佢，睇下佢嘅情緒有冇問題。若果有問題嘅話，盡早帶佢睇醫生。始終有病係需要睇醫生嘅，睇醫生唔係咩唔光彩嘅事，有病睇醫生好正常嘅啫。而翻到呢單 case 嘅話，佢若果盡早求醫嘅話，可能就可以避免咁樣嘅悲劇。呢度唔係講緊精神病人等於罪犯啦，只係講緊有病係應該睇醫生嘅。而現實就係有部分唔係好多5% 左右，我冇記錯數字就係嘅精神病人係有攻擊性嘅。咁若果佢係有攻擊性嘅話，睇醫生用藥治療控制住佢嘅病情，其實往往可以避免好多嘢。最後就係事到唔好共勉之啦，大家。今集講到呢度，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嘅諗法，亦都歡迎大家讚好同埋分享，加入會員或者 Super Fans。另外亦都希望大家 follow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咁就可以喺出片嘅時候收到通知啦。而 Instagram 更加會時不時有舊相同埋舊剪報分享。拜拜。